未来的新国会三党拢无过半，民众党继续有8立委，真做是关键的少数。针对2月7日立法院长的选举，民众党8立委今仔早起开记者会，提出新国会改革，包括修法建立国会听证调查的制度，要强化人事同意权的审查定诉求。因要求哪日两党要具体来回应因民众党的诉求。 2024大选结束，民众党政党票得到超过304万票，得到80个无分区立委。新国会即嘛是三党无过半，民众党是关键的少数，也看到2月7日新任立法院长的选举，希望会当得到院长的补助，变数真大。这个未来的朝野之间，那我们会很审慎的。 来考虑，怎么样用协商的方式，用对话的方式，可以取得更大的共识。一个就是加入在野的监督大联盟，另外一个加入在朝的执政大联盟，那他就是变成执政的一份子。民进党所做的事情，他完全要概括承受。那你被请回，民众党是有决定权。 早起8位无分区立委开记者会，说明未来国会议事运作的原则，也表达对立法院正副院长选举的立场，向哪日处考虑，要求要提出4大具体承诺，包括伫第1会期承诺修法建立国会听证调查，承诺第1会期修法强化人事同意权的审查，承诺伫第1会期修法强化立委利益回避规范。 并且承诺定期公布相关经费的使用，贯彻公开透明的原则。请2大党有志于国会龙头的人，先清楚的交代你国会改革的蓝图，具体的回答我们所提出来的这4个承诺，你的答案是什么？今天我们只是先出考题，就看他要不要回答这个考卷。等到他们都提出了他们的答案之后，我们会再讨论下一步的动作。 伊若是毋是要求哪日伫咧当时以前爱表态，而且若是无表态，下一步是毋是家己提出人选？毋过强调，因为2月7日就要选正副院长，民众党重新立场，改革比为更加重要，希望2大党赶紧回应。记者综合报道。